喂喂喂喂，没声音啊。Hello Hello。喂喂。兄弟做阮代代帮咱，也做将来恩望。互阮相比大英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人保助阴恩的面，心都徛起安心。上帝伸手高野通靠，做阮稳当保护。然后505也是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是2节。现在先告诉旋律，他过来505，赶快505，先唱505，最后才是159。我的中心，不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境，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界的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困难。我要听人无问对的甲朋友。我要实现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前真软弱。我要仰望，我主听人喜乐。我要享受，我主所有赞望。主念我心内无惊也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是照亮你无停，你做我光顶，可我有光明。主做我的位，互我通我口，超世界见的人是你掌控。你做我的陪，我做你的行。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喂喂喂。有没有声音？蛮弱的。那你再换一个。我觉得我这个没声音。喂。我有声音吗？
家到早啦，平安。端午节一过，忽然开始变甲足热吼，足欢喜看到大家，来伫咧咱主日礼拜的时阵，咱会使做伙来敬拜上帝。上帝互咱一个足好敬拜的环境，嘛请大家备办心，咱会用心灵还有诚实来敬拜主。咱感谢主，互咱即个环境。伫咧咱主日礼拜开始，大声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圣神引带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头前。阮感谢主，互阮会当认捌你，互阮会当因为有你，成做阮一生的倚靠。愿主会当保守阮伫咧主日礼拜的大声，阮将阮的心要安静落来，阮要来到主你的面前，听叹主你对阮讲话。愿主会当保守，无论是阮徛伫咧台仔顶服侍，做交代，或者是阮坐下骹听叹主的道理，主啊，阮拢带一个敬拜的心，敬虔来到你的面头前。愿你会当保守等下个礼拜，自头到尾，所有的一切拢伫咧主你的看顾当中。愿你的灵亲身甲阮每一个人伫地，阮将一切仰望交托，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刘仁兄姐平安。平安。咱即时来团练今仔日礼拜，礼拜当中要唱的诗歌。今仔日礼拜当中要唱的诗歌有2首，第一首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另外一首是505首。我要重视伫遮先对即2首诗歌的作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以扫华兹。伊是英国17世纪的一位俄罗斯的作者，相信伊嘛是一个牧师，公益会牧师甲神学家。伊生大概创作有750首的这圣诗被当称作英文圣诗之父伊700多首的诗歌当中有真济目前佫拢有伫咧调软金唱。咱的新圣诗内底收集6首。除了今仔一首222首以外，另外5首，咱等下来做一个介绍。另外要来介绍是505首，我要重视华特作者，伊本身写这首诗歌，伊并毋是要来做圣诗伊起头的意思毋是要来做圣诗伊伫1905年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后，过2年伊就去日本来教授这英文。伫迄个所在，伊写一张批互伊的妈妈伊写批的内容是针对伊伫咧咱基督教这信仰当中人物比如真诚圣洁、公共等等伊将伊写做一首诗的这种形态一张批寄互伊的妈妈。伊的妈妈看了这首诗歌了后，伊真感动伊就将这首诗啦应该讲就这首诗寄互杂志社12社去甲发表了后，有人看到讲这个诗写得真好，就甲普及来诚做咱即马咧唱的诗歌505首，我要重视。好为啥咱先开始，咱来唱222首。咱要唱第一这首诗歌是为诗篇90篇诗篇90篇的内底来写出来诗歌。原来的曲有9节，9节咱新圣诗咧编辑的时阵来扣其中的6节来讲做咱现在咧唱的诗歌。真实的诗歌，咱要来唱第1节、第2节、第5节以及第6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恩望。阮相比大雁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能保助因梦的你，心都徛起安心。上帝伸手高举堂口，做阮
105首，咱要唱第1节甲第2节。我要忠心，无辜负人的心情。我要顺情，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界真可能。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听人无阮对敌甲朋友。我要是啥，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心真温柔。我要仰望，我主听人议论。我要向上，我主无有赞扬。2首诗歌咱拢真熟，直接我要来请教大家。如果今仔日无抒琴的琴声，无正会友同齐唱的时阵，你会晓唱袂？你会晓唱袂？歹势，我毋是要甲大家考试。来，等下我来甲大家说明我是安怎样来介绍吼。咱拄则讲第一位的迄种222首的即个《以上华枝》，伊有做750几首的圣诗。咱的新圣诗内底有收集6首，收集6首。咱照伊的顺序来，第一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大家真熟。可能看到这首诗歌的时阵，咱音乐就心肝咱就已经开始会晓唱啊。第2首诗歌嘛真熟，伤心少年我主老伙，这嘛是伊的作词。第3首诗歌，可能真侪人更较熟，嘛真爱吟首诗歌。我心仰望十里宝架，是第一个做诗歌。第4首，142首见那日光所照的。为这首诗歌我印象中咱这几年较少吟唱，但是我想嘛可能真侪人真熟，因为伊是古圣诗，伫古圣诗内底188首，这首这第4首、第5首就拄则咱222首，第6首诗歌嘛是咱真熟的诗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这2首拢是伊的诗歌，但我今仔毋是要特别介绍这位作者，我直接想要分享就是讲，感谢主，互咱。有人会当作词作曲，然后互咱会当唱这诗歌啦。我拄则有请教大家讲，咱开始唱迄2首诗歌，拢真熟的时阵，毋拄你若是无琴声、无大家唱的时阵，真熟的情形，你有法度唱无？你有法度唱无？因为伫咱的人生当中，有时阵咱足想要学老上帝，毋拄咱手头根本无圣诗，干伫啊。但是我迄阵心内足想要来唱歌学老上帝的时阵，比如308首，我要唱歌来学老，可能就是伫迄个时阵，我会当有对圣诗内底有多首是我记了足熟的，无音乐无啥，我家一个人伫遐的时阵，我嘛有法度来唱一首诗歌来学老上帝。总是咱的人生，毋是拢会遐尼顺利，毋是拢会伫遐欢喜来唱歌学老上帝。有时阵你会拄着真艰苦的代志，无管是你家己，还是你的厝内人，你拄着逼迫的艰苦的代志的时阵，你烦恼的时阵，烦恼到甚至你都无气力通去摕圣经来读来看的时阵，你有倒一首诗歌是会当帮助你伫迄个时阵，伫你咧烦恼的时阵，伫你咧艰苦的时阵，将你的焦点毋是一直刻伫即件烦恼的代志。超凡的代志是，透过迄首诗歌，你的心会当转来到上帝面前。你的心会当经过，因为上帝的话，因为咱的信仰的前辈，将因的经历写伫咧诗歌当中，你会伫迄个诗歌当中，你会得到平安无？你会当得到平安无？所以我毋知咱有做即款的准备，就是。圣诗、新圣诗有600，不管新圣诗、旧圣诗，600多首诗歌当中，你有去决定讲要精选1首诗歌、2首诗歌、3首诗歌，是我拄着欢喜的代志的时阵，
无琴声、无正人，甲我同齐唱的时阵，我犹原会当来唱首诗歌。伫我艰苦的时阵，伫我逼迫的时阵，我犹原有一首诗歌，我已经准备好啊。当我一件代志烦恼的时阵，当我艰苦的时阵，我无要互这烦恼的代志来占据我的心头，互我伫遐头壳一直想一件代志，是要用这首诗歌，也是用两首诗歌，我要伫遐来吟唱来对抗我这种负面的思想，我要来转来到上帝面前。毋知咱有做安尼一款准备无？我想圣诗，圣经当然是咱的生命的准则，真宝贝。圣诗嘛是同款的宝贝，每加起一条圣诗，咱就加一项宝贝，来讲做咱的帮衬，来讲做咱的快乐。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常常来唱圣诗嘛，将圣诗记伫咱的心内。好，最后那经首诗歌来甲大家来分享。新圣诗159首，咱要为头第1节甲第4节同齐来唱。主在我心内，无惊也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美丽我心心笑脸你无停，你做我光景，互我有光明。主做我的惠，互我通我讲，到时刻点滴你小你照顾。你做我的陪，我做你的行。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属于我，因我每位。你是我一切，我的心靠你。一定的困难，世间无通比。一定的困难，互我为的心。愿你带我到底，永中天地。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挂断的主，永远无亚线。我挂断的主，永远无亚线。时光团练到这，咱批判心来做礼拜。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三角来吟诗，新圣诗222首，新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应店安稳所在，请起立吟全首，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应店安稳所在，全能宝座阴夜的面，成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教野通靠，做阮安当保护。情线也袂生出以前，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不长不变无替。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一暝。暗时一记实在真地，一望年久就过。光阴地过，亲像大水，已经予伊流去。光明富贵，万年迷茫，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赞，好做将来愿望。多条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阿门。请坐。这是请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神。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合岛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同齐来启应，启应文第56篇，启应文第56篇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咱同齐来启应。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
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诚侪人踮伫咱中间。我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时，同齐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主，阮看见你所创造、所排列的，实在互阮感觉真惊奇。阮坐伫循环真紧的地球，总是阮伫即个所在安稳自在，阮袂恨地球。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搁较有气力，互阮透过对这世间的认捌，搁较来认捌你。主啊，但是阮身躯边嘛发生真侪代志，阮听见立邦有战争的声，伫遐拍真久的时间，真侪人丧失性命。阮嘛实际上面对这个世界有真侪经济上的问题，强的国彼此来对立，彼此来互相勉强。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加入互阮足惊。即马一出日，天气的温度就变了足悬。我嘛常常会怀疑阮的身躯是毋是出啥物问题，因为阮流汗流袂停。可能阮嘛会感觉人足虚弱、足善。主啊，加入互阮感觉足担心的。总是这嘛是阮家己所做成的。主啊，恳求你赦免阮，当阮过度用电的时阵，当阮浪费的时阵，当阮用足侪塑胶的时阵，当阮咧做一寡伤害你所创造这美好的大自然的时阵，主啊，求你帮咱，也赦免阮，互阮紧紧来感觉觉醒，互阮紧紧来拍拼，伫阮的生活上。为着这个地球，为着主你所创造，互阮所做的，会当做好的管理者。因为你将管理的权，互人类，总是阮管理了无好。主啊，伫阮每一天的日子的中间，阮有真多爱担心的，路的车足多。阮出门的时阵，阮嘛会烦恼，这些少年人，伫因上班上课的时阵。是毋是会拄着危险？所以主啊，求你帮助阮，因为伫你遐是有平安，你亲像搬招，保护阮。求你，互阮越头过来看你，互阮夜目注神来看你，互我会当将这个忧虑拢会当放下，也会当靠着你，阮得到气力。通来节制，因为有时阮的欲望实在赢过阮对这个代志的斟酌。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当阮提起圣经，当阮向你祈祷，当阮唱诗学罗你。主啊，求你，互阮接连伫你，互阮得到气力，通跑走阮人生的路站。当阮每一日歇阮的工，伫暗暝恬静的时，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甲你相连。当阮伫暗暝困的时，互阮安稳自在；伫透早的时，互阮充满气力，通向阮身躯边的人传播福音，亲像保罗、巴拿巴。主啊，求你赏赐阮前进的气力。逐时阵，甲阮三角地地，祈祷奉主所叫圣名求，阿门。
愿祈祷，主听愿祈祷，主听愿祈祷，相思愿平安。阿门。这是同齐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的部分，《使徒行传》第14章，《使徒行传》第14章，咱要对第8节读到18节，《使徒行传》第14章第8节，伫路斯底有一人坐地，双脚无力，是对出世就软脚，拢未捌行。伊听保罗讲道理，保羅注目看伊，看見伊有信，通得着好，就大聲講：起來，雙腳徛正，挺身。迄人就跳起來行。眾人看見保羅所做，就用路高年的腔口大聲講：這的市民照人的行，臨到咱啦！就稱巴拉巴做咒師，因為保羅出頭講話。稱伊做希利米，城外咒師的祭司牽牛仔，提回權到門前，要甲眾人獻祭。若是使徒巴拉巴、保羅聽見，就拆二衫跳出來，佇眾人的中間叫講：恁大家啥事驚安尼？阮遮也是人，甲恁同情。傳福音，互恁離開遮個無影遮個。來歸佇真活的上帝，就是創造天地海甲其中萬物的。伊佇大生的世代，用阮萬邦行因的路。若是伊未捌無為着家己本身顯出證據，就是行好事，甲恁對天落雨，照時結果子，用日食甲歡喜充滿恁的心。因講安尼，緊緊啊禁止眾人無祭獻因。讀聖經到咧遮，即是請聖歌隊來獻詩。因所要獻的詩是：你的名是遐尼榮光閣威儀，你的名是遐尼榮光閣威儀。
这时请柯胜凯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五人，伊的题目是五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世代，伊拢看顾、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伫即个世代，虽然混乱，虽然有侪的错误的代志发生，总是你有缘保守看顾阮众人。即时刻，阮自持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信心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语成做阮向前跑走的根基，互阮无偏差，互阮向着你为阮备办的道路来向前。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咱普通吼，你若接受到即个社会，也是即个世界所有的信息、资讯，你是为倒一个方式得到的？看电视、用网络。即摆看报纸可能较少啊啦吼，还佫有其他的方式无？听别人讲，总是伫遮的过程中间，敢有法度真焦全，互咱了解事件原本的真相呢？另外就是今仔的题目是误认，你捌互人误认过无？捌行伫路的，有人将甲你打镜头讲，你是某咪人，结果毋是，也是你有看毋到别人无？其实伫现代即个资讯真流通的即个时代，敢会因为咱得到遮信息的来源，也是讲遮信息的正确甲完整，互影响到咱每一个人对即个事件，也是对某一个人。群体拢有无共款的看法，即个无共款的看法，有可能是即种真刻板的印象伫你的心内咧。咱想伫咱圣经内面所描写的，耶稣伫受难的进程，伊嘛一直互人误会，伊大声是互人认为讲，伊是要来讨棒遮犹太人离开罗马政府的手。即个弥赛亚，煞接互人认为讲，伊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因为讲，伊问彼得讲，我是啥人？讲你是上帝的囝。后来，佫影响到遐所有的遮犹太宗教领袖因的利益的人。但是咱知，咱透过圣经，透过真侪的遮注解，也是讲，咱透过咱的明白。咱知影耶稣伊的身份是上帝的囝，咱知耶稣是用伊家己来做祭，来救赎所有的人。咱知耶稣伊是生命，伊是真理，伊是帮助咱，互咱明白伊了，会当行往天父迄条道路。耶稣嘛是一位和平的君王，所以耶稣的身份，咱会当讲出真侪真侪。但是咱看到伫今仔日咱的使徒行传内面，保罗伊咧第一届宣教的旅程的中间，保罗敢会互人嘛误会，伊到底是甚物人？因为伊早前伊是咧掠迄阵咧军队耶稣的人，然后即马伊却爱去宣讲耶稣是基督。伊正做宣讲基督的即个使者，那呢，当时的人敢会讲真怀疑保罗伊的身份到底是啥物？虽然保罗伊伫咱顶一礼拜咱看到的，伊伫比利西的安提阿，伊伫犹太人的会堂内面，伊发表了一篇的讲道，互侪人，特别是外邦人会当明白耶稣基督。但是嘛，互一群坚守伫传统犹太观念的人，因的心内充满着即个真嫉妒、真怨妒伫的，伊都
因就甲保罗咧辩论，而且诽谤，而且侮辱伊。所以当保罗甲巴拿巴离开塞浦路斯的即个帕佛了后，因进入到即个加拉太省的一带南部的即个所在，就是彼得西、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以及铁比遮的城市。保罗嘛，伫即4个城市内面建立教会。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14章的内面，整个的故事就伫即4个城市内面所发生的。对这14章一开始，保罗伫以哥念犹原共款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对着因咧讲着基督的代志。伊讲嘛，互侪犹太人已经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就是无迄个希腊人身份，也是伫无共款阶层，或者自称做希腊人的外邦人。即阵人拢互因称做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是有一个人信，总是有一群无信的犹太人，因就煽动遐的外邦人。因来讨厌遮个信徒，不过这拢无法度影响到保罗，因为保罗伊要出去宣讲，伊是咧瓦克主，所以就大胆咧讲论耶稣基督的代志。咱看到主就照着因，而且使互因会当行即个新掠技术的能力，来证明因所讲的。就是有关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的信息是真实的。保罗去到以哥念这个城市，伊讲了，咱会当看到有人接受，有人反对。其中反对的人就要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保罗以及伊的支持者，所以伊就准备用石头，要用这个真凶暴的行动，要来攻击保罗、巴拿巴以及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当保罗第一届宣教的旅程，伊才拄开始尔呢，伊就拄到这么严重的冲突。这个冲突嘛是有关伊的性命、福音的信息。咱伫迄个时期看到，有人接受，嘛有人反对。保罗为着家己的性命，咱看到圣经描写到，伊就逃走去到罗斯德这个所在。这毋是因原本所要行的方向，因为当时的罗斯德甲以哥念，因拢属伫加拉太这个省内面无共款的政治的区域，但是伫罗斯德会当免受到这个伫以哥念内底政治的影响，所以保罗因就逃走去到罗斯德这个所在。咱看到今仔读的第8节开始，记载着有一位两脚无力，伊对老母的腹肚内面，伊就摆骹，所以当伊出事了后，伊干那会当坐伫，伊无法度起来行。但是当保罗咧讲论即个耶稣基督的代志的时阵，伊真专心咧听着保罗咧讲道。保罗就注目看到下骹的群众，伊发现这位变水的人，甲他坐伫遐，真专心咧听伊讲道。保罗看到伊目睭内面迄种的信心甲相信，所以保罗就对伊真大声咧甲伊讲。保罗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甲伊安尼讲起来。你的两只脚徛互直，然后你开始刷你的脚向前行。这位双脚无力、无法度行的变水的人，伊随跳起来，然后起来行。这个画面，互我去想到，保罗就是完全咧复制耶稣基督行医治的新掠这种的方式。伫
伫马可福音第5章34节，当耶稣咧医治即个患即个血流的妇人了后，伊讲：你的信救了你。伫马太福音第9章内面，耶稣咧医治2个青梅的进前，特别问伊讲：恁信我会当为恁做遮的代志吗？然后因讲：主啊，我信。耶稣就摸因的目睭，讲：照恁的信，互恁成了。所以保罗的医治，伫即个时刻，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伊的医治超过人的想象。有时咱讲，看到一个人是毋是对上帝、对耶稣、对信心有即个信心，其实这件代志讲起来真简单。咱拢会当讲，我真有信心，总是有时做起来真困难。特别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讲咱来迫切祈祷，咱紧加祈祷，一天过了一天。但是咱看无到咱祈祷，咱想要治的迄种效果的时阵，咱拢是软弱的人。所以当咱伫迄个时刻，咱要安怎咧？咱就爱伫上帝话内面去起调，伫上帝话伊中间的应允，伫大项事、细项事，咱来操练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当保罗行出这个医治的新力了后，互在地遮所有人对保罗产生了无共款的认知，因为在地人因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因对神明的认知嘛是真深的，所以伫保罗四周围遮的群众看到这位无法度行的人得到医治，起来行，起来跳，因虽认为讲这是希腊的2位神明显明啊，所以巴拿巴就互人当作是希腊的正神的王宙斯。然后保罗是即个希腊遮个神明中间上主要的发言的人，也当作是即个传达信息的即个希利米，连即个庙内面的祭司嘛来要为着因来献祭，都是将保罗甲巴拿巴看作是神明啊！这嘛是咧证明一项代志，这拢是假。因为祭司因爱每一天爱做一个日常的工作，所以因就去找到这个目标了后，因就为伊献祭。因安尼用讲试看卖，敢会当拄到真正的神。保罗甲巴拿巴，伊要成做众人所膜拜的这个神明啊！但是这件代志对保罗甲巴拿巴伫灵性、伫品格顶面，其实有真大的挑战，因为咱若对13章开始看的时阵，因拄啊对伊哥念内面来逃走，但是伫即个时刻，因却互群众夜观要来甲因拜。我咧想，那即个时刻因的头壳无清楚的时阵会安怎呢？总是有信心的提醒，若无安尼，有可能因会陷落伫迄个自我的中间。会伫骄傲的陷阱内面。各位兄弟姊妹，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敢有迄种淡薄仔可能，咱会将人看做是神，共款甲高举起来吗？伫前2礼拜，伫台湾的新闻，拢咧不断报道一位科技公司的头家。这位头家，伊所做的代志。伊所讲的话，伊所教的迄个所在，拢伫新闻的镜头的内面。侪人就紧紧活着，侪人听到消息就要去到现场。这有两步啊，将对方看作是一位真崇拜的神明，也是对象啊。咱来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督教的信仰伫台湾已经真侪时间啊。那咱看基督长老教会来到台湾，
伫主后1865年，英国的长老教会宣教师马国医生来到台湾，以用南部最上主要宣教的一个场所。伫主后1872年，伫加拿大长老教会的宣教师马街来到台湾，一直北部来展开这个宣教的工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伫台湾，伫今年已经159年啊，每年就是160年啊。咱看到侪宣教师因用真热心的服侍，以及伫本地的传教者甲信徒的参与的中间，咱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医疗、伫传道、伫教育、伫社会服务等等，一步一步伫台湾建立了教会根基。咱若是要用台湾来看，基督教传入到台湾，其实搁较早，伫荷兰统治台湾的迄段时间已经就入来啊。那呢，咱看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个100年史的这本册内面，伊咧讲到一个宣教的历史，记载着一位叫曾清峰的事件。这个传道曾传道，伊伫厦门得到福音，然后投入伫传道的工作的内面。所以伫1868年，因为伊的太太无愿意跟对伊来信耶稣基督。所以，伊就转去到伊祖爷的厝，伊就要即个曾传道，就要去到因太太后头厝，要甲带转来的时阵，就伫高雄的英国的领事馆，大约差不多9公里的所在，互人拍死。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宣教中间，其实这是其中的一件尔。宣教的工作会拄到攻击，宣教的工作嘛有新掠技术会出现。所以，当保罗的宣教的工作受到迫害的时阵，迄是因为有人无欢喜看到伊所做代志，也是有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宣教工作所发生的技术新掠的时阵，嘛会互人认为讲这是对人来的溃烂。但是咱看到保罗有真强烈的宣教的心志，所以当保罗甲巴拿巴因无因为群众将因当作是神明咧看待时阵，因就真欢喜，袂记咧家己啊。颠倒是因拆开家己的衫，因来到群众的中间，然后表明因家己嘛是人。袂当对因用神明的眼光来看待。保罗做这件代志，其实是真重要的。伊做了信仰内面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要互当地落实地的人知影，因是人，毋是神。虽然因向迄个城的民众介绍创造万物的上帝。虽然咱会当对18节内面看到，迄个城的群众犹原共款，因要坚持保罗甲巴拿巴来献祭，将因当作是神明，但是因犹原咧强调，因家己是人，毋是神。伫以哥念发生的代志，伫罗斯德嘛共款发生啊。虽然伫即个城的内面，民众将因两人看作是神明，却是迄个共款发生迄个反对的代志，嘛来共款来伫即个所在，因为有人对210公里远的所在的安提阿，以及30公里远的以哥念，来阻止保罗甲巴拿巴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伫以哥念遐个人想要发动众人。用石头拍死保罗甲巴拿巴，就是这群犹太人。所以因来到这个所在，因使人众人要用石头来甲丢。但是这个中间，咱看到无记载着，当犹太人要用石头钉死保罗迄个时阵，因有经过这个法庭，
犹太人上悬的议会会公开的审判。无记载这段，这敢若是作者路加，伊咧暗示着讲，即届咧处理保罗的事件的时阵，伊是一个违法的，因此用石头拍保罗了后，因无搁进一步去确认保罗是毋是断开啊，因就离开啊。这嘛有是可能是路加，伊要显出即个保罗身躯顶有上帝的信心同在。虽然伫即个石头甲伊拍的中间，伊也会当为死亡的内面安然徛伫正人的头前。所以咱看到保罗伊伫写予哥林多的批信中间，伊捌提到讲，伊互人用石头拍过一届。咱伫即个中间，咱嘛会当看到，伊伫以哥念互人拍一届，伊伫罗斯德嘛互人拍一届。总是伫以哥念迄届，无互拍进前，伊就先逃开啊。所以真正互石头所定的所在，就是伫罗斯德即个城。所以伫写互提摩太批信中间，保罗安尼讲伫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遮所在所遭有、所忍受的迫害，你拢知影。但是主救我脱离了这一切。所以咱通看到保罗伫第一届传道的旅行中间，其实真深刻、真袂记哩。保罗伫迄个所在继续咧传福音，互侪人真做门徒。因转到罗斯德，佮转到以哥念，上尾转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因四块去坚固信徒的心，鼓励因爱持守信仰。然后甲因讲，伊讲，阮必须要经历侪苦难，才会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所以两个人伫迄个所在，祈祷敬食，将遮的信徒交互因所信靠的主。各位兄弟姊妹，有时咱咧看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对一个苦难开始的。是对一个苦难中间经验到，这个苦难其实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咱会当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照着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来见证上帝救恩。所以咱若对苦难无迄种体验，也无明白的时阵，其实咱真学得了解基督教福音的真正的意义是甚物。这嘛是咱甲其他的宗教真大的无共的所在，因为咱人是软弱的。当咱伫软弱的时阵，咱会拄着咱个人认为的苦难。若是咱拄着这个苦难困境的时阵，咱就离开咱的信仰。那安尼，咱就真正无法度甲上帝做一个好的结连。但是当咱咧拄着困境的时阵，咱真少会透过这种苦难来反省咱家己信仰。所以作者路加咧甲咱讲，因为伫原本的信徒的中间，有人离开了信仰，所以保罗因伫要转去到安提阿这个过程中间，因捌行过的所在，因所开拓的教会，因去坚固所有信徒的心。鼓励因爱坚守信仰。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时刻咱拢有丰富，而且有真好的生活，咱的环境嘛袂歹。但这个时刻真正欠饮、欠食、欠食物的、欠用的，应该较少啊。总是这拢是上帝的祝福。那呢？咱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听呢？咱若该用伫宣教的工作的顶面的时阵，咱阁应该有什么款的态度呢？这拢是互咱会当来思考的所在。但是咱要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只要是人，就毋是神。
这是真重要信仰的基础。做一个基督徒，咱要真清楚明白这个代志。所以，当咱看到保罗甲巴拿巴因伫罗斯德的经历了后，迄个所在人因为保罗靠着信心所赏赐予伊的能力，去医好一个生落来就变碎的人，无法度行路的人，将因看作是神明，就要用因来敬拜，用因来献祭。其实因两个人拢真清楚，因表明的是。阮只不过是人尔，伫人的性质顶面，甲恁拢共款。伫咱的文化中间，咱要做这种表明，其实无简单。因为有时咱伫整个的环境中间，若有即款的代志发生的时阵，人普通拢会毋知家己是虾米人啊。因为伫咱的文化中间。咱常常会将人看作是神，安尼来对待。这个有可能是包括已经过身的祖先，后代子孙嘛一再咧甲因敬拜。所以咱要分清楚，是人就毋是神。所以基督教来到台湾了后，其实拢无咧保留这个祖先的拜位，这个神明牌啊，有这个原因的所在。都是惊大家分袂清楚，迄个敬祖甲拜祖的分别。伫咱的信仰顶面，咱袂当有错误的认知，咱嘛袂当因为世界价值观，互咱伫信仰顶面来甲伊讲妥协。巴拿巴甲保罗因两个人所表明的，是宣教中间真重要的，因为因毋是咧建立家己的宣教的即个国度王国。也是讲，我要建立一个宣教的大事业，互家己成做信徒所崇拜的对象。保罗伊是要引带信徒来明白福音，来信福音。咱最近若看到教会，恁若行楼梯，为1楼到2楼，你看到咱布置教会的历史，咱渐渐要互咱文山教会这个历史放伫。咱的这个走廊的内面，咱一点一滴、豆豆甲布置，是要互咱大家会当一届搁一届来回顾教会的历史。这个回顾时，咱嘛爱来数算上帝放伫咱中间稳定的这个时刻。信仰的前辈因所建立的信仰，互咱会当伫这个信仰的基础顶面向前行，活出属伫咱这个世代。的信仰的期待，有一位信仰的前辈，嘛是牧师真敬佩一个属灵的长辈。伊捌甲我讲过一件代志，伊讲信心的力量是对上帝的恩典来。一位传道者，若是身躯顶充满着信心的气力，伊就应该爱知影。爱用这种的气力来带信徒，带因来明白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这都毋是咧要高估家己，这毋是要家己成做一位神，这是要互家己真正来领受到对信心来气力的时阵，毋是为着家己所做，是因为咱成做上帝囝儿。咱真做上帝器皿，咱做这款的回应。所以我咧想，当咱每一个人，咱真实经历到信心的时阵，应该会互咱更较谦卑，顺服伫上帝主权的下面。那呢，人就袂因为你所做、你所行、你所讲的，就去误认你的身份甲你的职分啊。愿信心帮助咱谦卑顺服伫上帝主权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愿感谢你。我拢是你的囝儿，当我领受对你遐来的疼的时阵，我爱高举你的名，我爱荣耀上帝你的名。愿主帮助我，互我
袂因为错误的认捌，也是发出错误的态度，互人袂当认捌你。愿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传扬主你的消信息的时阵，阮咧见证你的听的时阵，互人真正会当注目看到你。愿主引带阮正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三角来吟诗，圣诗505首，圣诗505首，我要忠实，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正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请起立吟全首，圣诗505首。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施舍，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心真软弱。我要仰望，学主听人议论。我要向上。主模样赞人，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真意，千军天白宝座。我听主述这声祝福，我要坚信。因得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因得救主脚步，请坐，这是来奉献。
即时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同齐来念金句。咱同齐来念两解，请。着听候耶和华，着勇壮，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着听候耶和华，着勇壮，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来州事奉的同工，领唱平美院长老、司礼张文心执事、司琴潘秀丽姊妹执事，献诗是玛纳团契加社青团契联合诗班，司献是张景伦执事、周明祥执事，招待是张景伦执事加詹美霞姊妹，音控是施浩轩兄弟甲周律健兄弟，广告的经理是李豪传道师。拜三查经祈祷会，咱所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3章，主理是柯胜凯牧师，司会是周明祥执事。来州的讲道是李豪传道师，伊的题目是到底有够活无？经文圣诗金句，请咱家己来看。过来，请咱掀开第6页，教会消息通知报告。第一项是咱有小会有修正金老经甲咱蒋卫金的发放方法吼。文有一点仔长啦，我大约讲一下，迄个意思是啥？敬老金咱要改中央节来发，所以迄是时间的调整。咱原本是伫圣诞赞美礼拜来发，但是咱的敬老金会改伫重阳节迄个礼拜，咱来发放。第二就是咱逐年拢会感谢同齐侍奉的遮个兄弟姊妹，以前咱会用一个礼金来做，嘛是伫圣诞节赞美礼拜时阵来发放。但是今年咱要改一个方式，就是咱要来办道，咱要做阵来食饭，因为望遮个伫无共时间服侍教会，做逐项的事工的人。会当组织做伙，大家来做阵，会当会开讲，有一个组织的时间，修正的部分，咱有修正文，咱放来公布拿。若有无清楚的部分，咱拢会当问小会员。第二是咱儿童主日学，夏令营的报名，咱这边要收的囡仔是对幼稚园毕业，就是你今年要开始读国小，到国小6年。即个中间，今年较特殊的，就是讲咱无住伫教会，所以咱的时间是早起9点报道，到下晡5点。3天7月8号到7月10号的中间，费用是800块，请咱来到咱1楼的柜台来报名。若无清楚的，当问咱的总调金迄个。周明祥、周文静兄弟也是李豪传导师。第三是团契同工的改选玛纳团契第4届的同工已经选出明年度的会长是张胜群，副会长是黄惠谦，书记是柯成温，会计是潘宣礼。第4咱这个所在麻烦讲，若有参加运动会咱今年的5月26。教育团契组有办一个咱的运动会啦，咱真侪人参加嘛办了真，但是咱需要做一个回馈啦，就是讲咱有一个 QR code 通好扫，你若袂晓扫 QR code， 袂晓填迄个回馈单的人你会当去1楼的柜台，咱有纸本的，添一加你的意见，你参加以后你的感觉，你的意见。会当互阮伫明年咧办的时阵，会当搁较较全。第5，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开会通知，下主日12点半要伫地下1楼召开2024年第1届的筹备会议，请各团契会长、组员甲有心要参加圣诞节活动的筹备的兄弟，会当做阵来参加。第6是礼拜组开会通知。下主日筹备会开煞以后，要煞开礼拜组的会议，请组员来参加。
第7是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教育团契组伫6月23大语礼拜后，伫1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请组员留步参加。过来2项是咱团契活动的通知吼，相连团契活动的通知吼，咱6月20，吼6月20相连团契要前往长隆海事博物馆，吼要来参访啦吼。啊，咱集合的所在较特别咯，伫台大医院站。你若是坐公车，吼坐到台大医院站，啊若坐捷运，伫台大医院的出口迄个所在来听候集合。咱的时间是集合的时间是9点20到30分吼，有10分钟的时间来集合，所以大家时间爱小利用一下吼。啊，要做阵行到警方门迄个所在。吼，第9个是咱妇女团契的活动。吼，6月18是祭活动啦，吼，要来晨曦茶坊来聚会。吼，啊6月22，吼下晡咱妇女团契要前往南门教会参加东区2024年度联谊甲感恩礼拜。啊，补充一项，请咱来看第八页的部分吼，咱迄经常费收支的部分，咱准确的数字是伫累积结存金额吼，伫迄个倒手边下骹迄个框迄个所在，因为咱正常来讲应该是爱为咱迄个银行遮的簿仔甲守存加在一起吼，但是因为咱绕交迄个守存加无对，所以数字甲顶面无对，吼差5651块。咱下礼拜会敬证以后，重新搁刊登，互大家来看。今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无好。这是咱来平安礼，请咱徛起来，甲咱身躯边的人来握手。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立光明，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的名，欢喜纪念伫主庭，因为耶稣丰富善业主属定。这是咱来吟每遍的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宠。心内做我伫你面前，对主无悔，打地世情。愿你所有我命
真理，你我心内结好价值，献出你爱最好模样，因全人人灵魂地球，完美是山求主赐福，困苦的人属因快乐，星星因出甲阮同行，言行固执，应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散会。